但我哋華人社會咧，好多時即係退咗休之後，除咗去考慮自己之外咧，可能都會想照顧埋身邊嘅人啊、屋企人啊咁。Edwin 有冇啲嘅理財工具又可以幫到呢一批人佢哋呢啲嘅需要咧？嗱，如果個理財工具去幫助一啲退休人士同埋佢幫助埋佢屋企人啦，其實呢個即係喺華人社會裏邊咧，其實即係我哋家庭觀念都比較重啦。咁所以我哋除咗咧有時好多時諗自己之餘咧，好多退休人士都諗埋我點樣保障埋我屋企人嘅。咁有見及此咧，其實咧退休人士咧，其實佢可以考慮咧，就係去幫自己去買一份咧人壽保險嘅。嗱，人壽保險喺退休人士嚟講咧，可能佢有時都會少啲嘅考慮啦。咁但係有幾個重點咧，其實喺人壽保險係幫到佢嘅。第一咧就係喺呢個傳承同埋遺產上嘅安排啦。因為買一份人壽保險咧，佢可以咧就係話可以寫翻低邊個係佢受益人啦。咁佢當佢離開嘅時候咧，佢嘅資金咧就可以直接咧就係賠償俾佢嘅受益人，同埋咧亦都可以按照佢自己嘅意願咧去分配。咁所以咧到時咧就避免咗啲爭拗，亦都可以根據翻佢自己想係點樣照顧佢嘅屋企人嘅意願去跟翻佢嘅賠償啦，係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其實離開咗之後咧，其實有一個使費可能少啲人去諗啦，就係可以幫到屋企人咧去應付佢身後嘅一啲嘅使費嘅安排嘅。因為其實一個人離開咗，佢都有一啲唔同嘅使費啦，例如可能殯儀啊、殮葬嘅費用啦，甚至乎遺產嘅安排一啲嘅行政嘅費用啦。咁買一個細額嘅人壽保險咧，就可以幫到屋企人咧去處理佢嘅離開嘅時候嘅一啲傷心嘅時候咧，就唔需要擔心財政上嘅一啲嘅開支嘅需求啦。咁第三咧就係咧照顧配偶再生配偶方面嘅保障。因為好多退休人士咧，其實佢哋可能會咧依賴或者佢有共同嘅儲蓄啦，或者依賴某一方嘅退休金咧，去應付佢退休之後嘅生活嘅。咁其中一方佢離開咗之後咧，佢哋嘅生活咧有機會咧就因為咁而大大咁就影響。咁一個人壽保險嘅安排就可以保障到佢另一半，佢離開咗之後咧個生活嗰方面咧就個財務方面唔需要受太大嘅影響。咁當然，除住呢個工具之外，亦都可以睇下佢有冇一啲嘅其他工具，例如佢可以做一個聯名戶口嘅安排啦，寫好嘅平安紙啦，或者佢啲其他，譬如好似強積金嗰啲工具，都係一啲嘅可以幫到佢去照顧退休嘅照顧身邊屋企人嘅啲好嘅工具嚟嘅。哇！我都長知識喎，原來人壽保險可以有咁多唔同嘅功能喺當中。咁我又想問 Edward 啦，咁其實喺買人壽保險，其實我諗都係有好多嘅即係細節都要留意啦。喂，點樣有個 tips 俾我哋咧，做一個精明嘅投保人先？有幾點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嘅。第一點係關於財務需要分析。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唔同嘅生活需要啦。咁有啲人咧就可能想去有個醫療保障，有啲人咧就想為後人留一筆身故賠償，亦都有啲人咧就想喺個人財務上邊有一個妥善嘅安排。而正正因為咁咧，我哋保監局咧係需要中介人喺銷售人壽保險嘅時候咧，係要同客戶做一個財務需要分析嘅。咁透過了解客戶買保險嘅目標同埋需求，從而推薦一個合適嘅產品俾佢哋。所以作為投保人咧，大家要好認真咁填寫呢份財務需要分析表格，清楚表達自己嘅期望同埋關注點，咁就可以令到中介人咧可以符合你嘅需求，推薦一啲嘅建議。咁而第二點咧就係要量力而為啦，因為其實我哋好多時退休之後嘅收入來源咧，往往都會比做嘢嗰陣時咧係唔穩定嘅。咁所以喺考慮買保險嘅時候咧，大家一定要因應自己嘅供款能力，量力而為。亦都要做好有長遠去繳交保費嘅能力。我哋要向中介人咧清楚講明自己嘅財務狀況，例如退休金啊、儲蓄啊、日常生活開支，以至於醫療等等嘅支出。亦都要留意翻啦，如果你喺中間唔再供呢份人壽保險咧，你所得翻嚟嘅退保價值咧，往往都會低過你自己繳交嘅保費嘅。第三點咧，其實係大家千祈唔好心急。因為咧，其實保險條款有時都幾複雜嘅。如果大家真係未能夠完全明白內容咧，千祈唔好急住接受份保單合約，甚至簽份保單合約。投保嗰陣有唔明嘅地方咧，千祈唔好猶豫，即刻要同保險公司同埋保險中介人去了解清楚。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其實長者都可以邀請屋企人一齊
同中介人會面問清楚嘅。咁亦都同時要記得啦，千祈唔好喺一啲空白嘅表格或者未填寫好嘅表格簽名，以免咧將來你會損害到自己嘅權益。嗱，你好多嘅即係資訊俾到我哋啦，的確我哋要留意好多唔同嘅細節，但我好欣賞你嗰句就係話千祈唔好心急。但因為有時咧都真係會可能衝動咗，然之後就買咗啲嘅產品，然之後後悔喎，有冇彎轉咧？係嗱，為咗保障投保人嘅權益啦，就算你簽咗保單，甚至加埋保費都好咧，其實大家都有兩樣嘢可以留意嘅。第一樣係關於售後電話，根據而家我哋嘅法規咧。如果投保人買咗人壽保險嘅時候，除咗一啲定期壽險啦，如果投保人係需要特別關顧客戶，例如係65歲以上嘅人士咧，其實保險公司係必須去打電話俾呢位客戶，去進行一個叫做售後確認，確保佢係完全明白保單內容同埋當中涉及嘅風險，咁仲要錄埋音做埋記錄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收到保險公司嘅電話咧，千祈唔好趕住收線。聽清楚對方嘅講解，同埋諗一諗當初自己有冇啲咩地方誤解啊？買咗嘅產品係咪符合自己嘅期望？而第二點咧，就係關於冷靜期。其實投保人咧係有權喺人壽保單發出之後嘅21日之內，係喺冷靜期入邊咧決定取消保單嘅。只要喺限期之前取消保單咧，其實大家可以攞翻之前交咗嘅保費。所以大家應該好好利用呢段冷靜期，重新檢視下保單嗰個嘅條款係咪真係符合自己嘅需要。如果真係有需要，真係唔中意呢份保單咧，就可以同保險公司書面申請取消咗呢份保單啦。咁但係如果真係過咗冷靜期先至退保咧，咁就有機會咧有一個財務嘅損失。